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这几天拢有做一个行程，拼性命要扭伊的声势。不过国民党这个立委参选人却走去民众党这个网络节目讲啥？讲换侯友宜的议题，佮讲11月、12月时，什么人会当徛在这个民调第2名，民众家己会做决定。有人认为讲这是在势力最后拢会自动的弃保。徐嘉欣的言论敢有打到这个国民党的红线？针对这点，国民党文团会主席表示讲，目前敢若规定袂当找非国民党籍的候选人徛台，所以讲徐嘉欣的行为无包括在内。先低压早，性命不好。新民进党，大家拢在抗，对不对？侯友宜从竞出来选总统，会就是专区，不过今的态度是懵懵渺渺。关键是在说，你11月、12月的时候，谁能够站稳第2名的脚步？民众他自己会去做整合，这个整合倒不需要说什么党内的高层啊，去谈什么蓝白合等等的。但敏感换侯友宜的议题，甲大家心内话讲出来，侯友宜敢会当宣告上会，徐嘉欣认为过这礼拜专代会可能也有变数。类似这样的声音，我不认为会因为723全代会的结束而结束。大概在国民党内，我们自己评估，大概在1个月到2个月，也就是11月正式登记之前，类似的声音可能还是会有。分享换侯友宜，民众到尾可能会主动弃保。徐嘉欣就伫咧民众党开设的频道谈论这敢算是达到哪样的红线？平常他如果去上节目，你很难说，因为这个节目主持人是什么政党属性，他就是什么政党的节目。那我想这个可能比较难这样子统一去概括。大家希望能够做政党轮替，自然的来做一些弃保，而这样的整合，所谓的民众自发的投票的行为，都是出自于民众的自主的意愿，这跟任何高层的所谓蓝白合这些消息传闻都没有关系。上节目无问题，拜表卖赛，毕竟朱立伦被诱啊在野的力量。官员听嘛讲，要有代志自然去发展，即马就等在野的势力慢慢啊化做伙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